大家一定爱入来踊跃来参加吼。嘿，咱的诗歌的体歌大赛随时要开始啊！我即摆有准备礼品，所以咱一个咧，我的题目有3种的款式，有一种是迄歌词无去的，也是讲是听一段的节奏，爱叫即条歌是叫啥物名？第3种的是迄歌词迄写毋对，爱看讲迄正确的歌词是生做安怎来讲出来安尼。即3种的题目，等一下咱拢来试看卖哦。好，咱来先来看咱的即摆的题目有25题，嘿，拢伫遮。安尼咱随时要开始，咱先来试看卖一下。咱第1条来选对一条咧？咱先来选第12条，咱来练习一下。22号，嘿，咱来看22号。24。好，咱来看24条，即个是听一段的节奏，来叫即个歌名是叫做啥物名？知影啦，你得当随时爱举手。咱有礼物会送互你安尼。嘿，咱来看上紧的是对一个。这条歌呢是伫新信息内底，所以咱的椅仔头前拢有新信息吼，你拢先摕出来，等一下摕较紧哦。
这么远。那个水打石头的吗？是吗？是吗？确定吗？我真确定嘞。好，对家己有信心。有信心无？好，咱来看正确的答案。没错，就是海水会打石头的烂，恭喜！咱有一个细细的礼物给你。谢谢。 咱说的是建过，安尼丙午15。这条是伫诚信诗内。咱嘛是爱摇歌。摇歌词。 敢有人知下面的歌词是啥？有人显着无？我看到所长的手搁扬起来啊！大家敢有人显着无？莫厝要去所长的迄边啊哦。敢有？啊是咱要来提示者。我提示者伊伫150首甲170首中，有人知影伫第几首无？好，互大家5秒钟的时间。伫150甲170中。所长一定显着啊，所以大家要较紧的，无5秒钟了后，就是所长要摕到礼物啊哦。有人知无？哦，这有听到声。你认我的心情笑脸你无停。无有对，恭喜欢迎到了咱的礼物来啊！伊伫新盛市159首。新盛市159首，咱牵着咱做伙来唱一摆。 这嘛是唱到第2遍的时阵，有迄歌词我摕走啊，所以咱来做伙来唱哦。 Thank you.
你们等姐，帮我画一个音流。这首歌在哪里？没有幕三，好，确定了来。画住牙刷上最公额，讲对，就是到头前的相款啦。恭喜咱嘛，做来手对安尼。你星星是538首，星星是538首。伊嘛是听一段的音乐，啊来约这条歌的歌名叫做啥物？好，咱准备好来听一个哦。哦，你看到有人举手啊？这条无伫新信息内底，这条无伫新信息内底。无伫新信息哦。无伫新信息。那就是那是要猜什么啊？猜歌名啊！如鹿切入溪水。哇！如鹿切入溪水，伊就是伊这条歌名是对西片42篇，上帝啊，我的心切切因无你，亲像落切切因无溪水，是咱定定会伫到尾也是咧。礼拜开始进行一寡抒情的内顶这条如鹿切入溪水歌，厉害！好，咱来听后一个哦。23。哦，这条歌较小可较歹唱一点啊。咱来做伙来唱哦。有人知无？哦，刚刚有人知啊，就熟的哦。有人知影正确的歌词是啥物？有无？你也知迄个野手？啊无，咱要来。各位来调整一摆啊！伫主上帝正手管手，厉害吧？刚刚头前有着，后壁小可怪怪，但是嘛听起来嘛真顺，着一半以上啊。着一半以上啊！小可家己提册写伫对啦，你选一个。第10首到30首中。10首到30首中。好，大家敢有咧听有人啊？知无？但是伫遮摕手机啊，Google 这条歌的歌名。哦，所以有答案吗？有啊吗？主上帝正手拢有比赛。主上帝正手拢有比赛，恭喜！咱嘛做伙来唱，这条是伫新信息第22首，主上帝正手。
手，地板手。地板和是。哦，这条定有咧唱。上人定唱，啊有人记咧迄圈圈的歌词，你是较好。最近马克林咧唱的顺时，这搁偌济咧教啊，可能老师就会紧一条啊。到底是代伫手咧？哦，安尼亚手哦，做一条亚手，啊，大手就知。来，这个歌词是安怎讲？讲对，大家大欢喜，无乐来吟诗。其实甲咱的头一句是共款的哦。好，咱嘛来显着咱的新信息84首，新信息84首，咱显着咱大家做伙来唱。
好，咱来请数码经后一个。17好，这嘛是哦，真侪这无去的所在。好，咱嘛是来摇歌词吼，咱来。新信息第几条？好，讲到新信息551，好大人移动，咱来听到信息，咱嘛来做伙来认一摆。好，新信息551。好，咱来做伙来唱啊！咱的新信息的554首，透早起也好记，嘛是今仔日咱青年团的献诗的。好，咱嘛做伙来唱一摆，咱听到咱的新信息554。
顶一个号码。顶一个号码20嘛。20，第20条。哦，我嘛听着有人学啊，这首嘛应该是真实的哦。看起来大家都一样哦。太厉害，太厉害！大家拢来记一个套路啊。哦，表示大家做礼拜的时阵，拢认真咧听，这首歌对也是团契献诗的诗歌，所以这条是第对一条咧。哦，无错，是第533首。我真爱讲这故事，咱演着诚信诗吗？咱嘛做伙来个唱一摆。无人见过啊，见过啊。擅长，帮我们选一个号码。十号哦，十号来哦，十号嘿。哦，拢还袂十号啦。所以是乌对一个歌词，敢知影？我看到啊！来。你敢对咧？咱来看后一面。你看过了吗？哦，我有唱过哦。你家啊，我是讲你是唱我家的。无要紧。
这条是第几首？519，啊，歌名叫做啥物？对，就是伫咱的新信息519首，为即块土地，阮心心念叨。咱相信大家每看歌词拢会当唱出来啦，所以咱嘛对头来唱一遍。OK， 咱的卡老免放啊，大家就当一起来安尼唱。另外版本是叫做《怨》啊，伫咱的新信息的歌名较长，啊，咱会当唱的时阵，咱来填咱的新信息519首来唱，啊，咱会记后一个。后一个何谓？这叫第一个咧？11条。咱若听到咱的歌声的时阵，咱会当来做伙来唱。伊有领过啊，但是咱有人知无？咱来听咱的这边，有吗？天国君王今日出世，拢叫。今仔日新信息56首。新信息56首。听天欢喜的声。
来紧后一个号码。干嘛写？干嘛写的咯？对。配合配合叫着。橘色的。25。哦。我有啊，听到遮有人学，敢知影这条是对一条啊？到底是新星星的猜呢？头前我看到啦，因苏台团客放迄个时阵嘛是唱即首，所以伊应该会晓会知影这歌词是啥物，无拢是嗨。来，对一个要回答。有吗？有人知影无？哦，健康，这是新信息的。382首。382首。306首的 B， 对无？B， 好，咱来听后一个。
22。哦。18颗。
听一段的歌来叫看卖，这条叫做啥物？咱就来吟诗。唔错，就是645首，咱就来吟诗。好，咱用这条较长啊，所以较长爱唱啊。我无唱啊这条。我无一定爱唱，因为伊讲这条是咱的国歌安尼，所以咱会当唱4步就唱4步安尼。虽然在新信息的版本做较家己的歌词啦，之前拢唱洋的话，啊，即摆就无洋的话，拢是变做自上的，自上的。好，咱来请课务书记后一个。那我来的第二首。好，咱来听到歌，习惯出来时阵，就让各位来唱。
着我去甲你煮了，伊甲你去摕咧面。第新信息303首。主，我要学了你安。这条就是大家正熟的一条诗歌。好，咱来听咱的陈牧师来领教一个。陈牧师啊。6。好，咱嘛是听着咱的我的时阵，就咱来学。那外公司那个自己要拔舌。应该是有啦，因为伊上尾是主上帝，可能进去嘛是阿罗啦。对啊。因为咱的新信息有小可改变，无要紧，咱继续来请大姐来帮咱敬后一个第四。哦，这条真歹学。这条很难哦。先来跳过。好，咱跟后一个后尾啊。咱跟后一个后尾，干嘛是个？19。这嘛是伫上面的时阵会来学。这嘛是在有这个。
地是小草生长的地方，海洋是河流安歇的暖房，梦想是未来幸福天堂。小的花园能成就大事，只要仰望天赋的力量。小小的花园能改变世界，带来明天的盼望。不要停。台无共无，台敢若怪怪。拢无唱的蛮顺的，其实。拢这我们小朋友啊，这秀我刚可能是外乡语。小小的梦想。对。哦，这个小小的花园，我很想唔对啊，应该是小小的梦想。我们小小的花园都是在阳台。我们小小的花园是在天父的花园世界里面。继续跟着小小的梦想啊，是一条移动的时光。好，咱来进后一条。18首。好，咱嘛是来听这个音乐是啥物？叫伊歌。有会咱请蔡长乐来为咱介绍。
甲信息的第一句就是伊的名字，啊，你若算我就找你信息啊。我这是最简单的方法，若是音乐哦，你把 melody 啊，你若做频道来到找你信息，所以咱的信息后壁就这个当查有信息的所在。下一次就知影讲后壁查。好，啊，咱今仔日好像大家人拢足投入的嘛，大家拢足厉害。啊，我相信大家甲我同款的心情，大家来迄条我足舒服的安尼。好，啊，咱做伙来结束吼，特别上帝，感谢你，我有遮尔水、遮尔好的信息，我会当来找到你。我大概唱的是，我是感动，真欢喜。有上帝你也甲阮大家人相合的足好，我们一个人，只条我要做伙来感谢上帝所赐的礼物。有上帝你，我所食所啉，我会当以我的身体啊，我会当中间有好的交陪。我咱咧祈祷拢是靠主耶稣的名来祈。阿门。